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台湾甲所罗门群岛断交36档的这邦交关系，就安尼来登记。这个所国人民呢，缅政府决定和中国愈行愈近，甚至用金钱来收买因的政府官员甲这个议员哦，用政治上的这个压力打压台湾人的国际空间。那是对台湾是威胁，更加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所国本地是伫南太平洋上大哦，咱伫遐上大这个友邦，伫中国10月国庆庆祝因建国70周年这个进程咧，下档本哦，就称着南太平洋。澳洲啦吼，美国这个国家是头一个受到影响。伫传出着这个所国要和台湾断交的了后咧，美国政府是积极来为台湾来行大啦吼，甚至安排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哦，利用联合国这个开大会这个时间哦，要甲这个苏加瓦瑞这个所国的总理来会面哦，希望会当为台湾留下这个友邦。不过咧，所国伫16号决定要和台湾断交了后，就传出就讲彭斯拒绝要和苏加瓦瑞来会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哦，这回哦，咱会当知影伊直直为台湾来奔走。但是咧，听说咯，伊看到这个国际空间受到咱的打压，咱就继续来看讲，其实啊，对着咧所国来讲哦，其实因遮哦上大性嘛为着讲咧。今甲这个中国吼愈行愈近，这个时阵哦，因就传出要独立，今日台湾新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伙来对话。小解今日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宜中。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子云。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安安。第三位咱邀请到前土瓦卢驻这个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贾佩芬。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前正大阿拉伯语文学系这个主任李团田。大家安安，大家好。首先，咱要请教这个罗委员啦吼，就是讲安尼这个国际情势来看吼，其实中国这行为啊吼，打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这回咱看到这个美国、澳洲吼嘛受到影响，战略上的意义是啥物咧？我想当然，因为这个所罗门群岛吼，伊所在的这个，算讲伊迄个所在，对迄个澳洲甲美国，伊本身来讲战略意义非常的重大。咱知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迄当阵吼，美国迄个要对抗这个日本，美国甲迄个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要对抗日本，真关键的这个战役，拢是咧伫迄所罗门群岛迄个所在咧拍的。第一个当然是讲咱讲 Coral Sea 吼，就讲人讲迄个珊瑚海即个海战，迄个海战实际上虽然讲美国输去，但是伊互即个美国有一个空间甲时间来对付日本吼，伫即个了较后壁即个人讲中途岛吼 Midway 的即个 battle， 所以讲迄嘛是伫因为所罗门群岛迄个所在一个战斗，当然上重要就是讲吼伫。1942年，迄当阵即个 Guadalcanal 的即个 campaign， 吼，迄个算讲迄个战争，敢参像是讲伫迄个欧洲大陆，即个 Stalingrad， 吼，伫迄个苏联迄个 Stalingrad 即个 battle 共款，所以讲算讲是整个即个战争对迄个日本一直咧向前进，迄个美国一直咧败退，即马算讲有一个转机。都是伫迄个战争内底，所以讲对即个美国甲澳大利亚伫迄当阵就知影讲所罗门群岛本身的重要性。即马咱知影讲整个西太平洋有讲第一岛链吼，第二个岛链，甲第三个岛链。实际上所罗门群岛因为伊甲即个澳大利亚即个所在真近，澳大利亚佫有一个迄个也是讲要去太平洋，佫会经过一个国家叫做巴布亚纽几内亚，咱讲迄个中文叫做巴布亚纽几内亚吼。这两个敢若参像是讲，澳大利亚要甲整个太平洋要进行联系的这个门户，所以讲中国即马甲迄个 PNG 吼，就是巴纽这个所在已经有邦交，甲迄个所罗门进前嘛，听讲中国要伫所罗门迄个所在要建立一个海底的这个电缆吼，所以讲这个海底电缆吼，会当甲这个PNG 甲这个 Solomon Island 这两个所在甲连起来。对澳大利亚来讲，比如讲我也是讲出去吼。真有可能，我迄个军舰啊，讲飞机，还是讲我其他的迄个运动，拢会互即个中国透过伊这两个所在，即个海底电缆，会当拢互伊知影。所以讲，对美国甲澳大利亚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代志。所以当然，因迄个美国甲澳大利亚，当然即届对即个所罗门群岛本身要甲中国建交吼，是非常非常的注意。当然对台湾来讲，咱是感觉讲这。
我是讲咱的迄个外交部已经下当做拢已经做，吼。实际上，即个人讲，迄个伊就是要安对人走吼，咱安尼干来嘛无法度甲人勉强，吼。但是我是讲即届嘛，互啦大家知影讲，因为即个咱所看到真侪所罗门群岛迄个人民，伊对台湾感情真深，嘛有看到真侪像讲 video 内底有一个来台湾即个所在学习来做医生的，啊，这个转去做真侪重大贡献的一个所罗门群岛一个医生，啊，伊就伫遐讲嘿，伊甲台湾是感觉唔甘的，那安尼就离开，所以这表示讲咱伫所罗门群岛即个所在，咱做即个 international assistant， 咱讲国际援助吼，实际上咱唔是敢参与中国迄个咧安怎甲即个算讲高层吼，因迄官员咧甲伊买收，唔是咧安尼做，咱是甲一般的人民做真侪对因来讲真好的代志。所以讲，我是讲即届嘛是会互外交迄个算讲其他的所在的人会当看伫，咱台湾实际上咱即马咧做即个算讲国际援助吼。咱是真正为着咧做真好的代志，甲人民这个所在做伙，所以讲才会今仔日有发现遮尔侪人民对台湾的邦交，感觉讲绝对袂当断交这款的声音出来。是，就是看到这个祖国的人民真正是足甘心啊！咧降国旗的时阵，其实因拢是徛伫遐，甚至有这个游行，然后甚至传出就讲这个祖国上大的这个省份啊，佮传出要独立啦，因为这个因甲中国政府是愈行愈近。咱来看以下这个报道。所罗门群岛决定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煞引起当地民众不满。尤其是祖国上大省马来塔省反弹上大，17度和平抗议，民众上街路举支持台湾对中国讲败的标语来相挺，甚至讲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所国在野的所罗门群岛人民第一党副主席菲利普，就伫面册顶悬打出马来塔人民决议文声明，指出马来塔选出来的14位国会议员反背人民，无听民众反对的声音，坚持投下和中国建交的赞成票，所以因要求马来塔脱离所罗门群岛，并且互所国当局30天的时间。同时间嘛要求当局爱付20亿的苏币来感谢马来塔人过去对所罗门群岛的贡献。佫毋若安尼，所国这项决定嘛得失着美国。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总统潘斯捌敲电话予总理苏加瓦瑞安排伫联合国会面，但是虽传出台苏断交，潘斯嘛决定拒绝和苏加瓦瑞会面。美国国务院嘛表达失望。美国在台协会是表示，美国继续咧关心中国乌台湾友邦的作为，并且当咧探讨关于应对的各种选项。美国继续挺台湾，咱国其他友邦嘛展现力量。联合国17开议，到11个友邦派出代表亲身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送交台湾诉求信函。外交部嘛针对这件代志对因表达感谢。中华民国政府在此特别诚挚地感谢友邦坚定的支持，并重申台湾2300万人有权利参加联合国体系。我们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接纳台湾。包括贝里斯、海地、诺鲁等11个友邦亲自说明，联合国拒绝个人提咱国的护照换证，入禀联合国参访、采访也是出席会议，违反联合国的原则，要请联合国赶紧用适当的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并且更正不合理的排斥咱国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所罗门和咱同胞这个所罗门上大的这个省份，叫马来塔民众是真正不满甚至讲要独立啦这美国副总统这个部分，咱等来讲，咱先来看讲这上大的省份，因真正不满，因讲着啥咧？咱来看到咱所经历的这个省长啦苏达尼就批评讲，台湾是这个总理的这个态度啦，唔是邦交国啦马来塔甲台湾这个侪年来拢是有真这个密切的这个关联啦无任何理由会当互这个马来塔撤回对这个台湾这个认同，转向来支持中国啦行政中心嘛出现，咱看到这个举咱这个台湾这个国旗啦当地民众嘛绑着这个红丝带啦车顶搭着这个所罗门群岛甲咱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上场咱头头看到这个面册内底就是咱新闻内底有伊这个面册叫做菲利普伊写啥？伊就一个公开这个声明，伊就讲这个省有14位国会议员因为因已经丧失掉这个代表因的这个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伊反背着人民唔愿意听到这个民意啦投票赞成甲中国来建交啦。谁怎讲呢？因为就传出着讲有10个至14个这个官员中国互因一人100万美金啦来收买。咱过来请教咱的所副研究员就是讲中国政府一直咧压钱。头拄咱嘛这个委员嘛讲到，就是
唔是买伊的这个邦交的这个关系，是买伊的这个官员、买议员，安尼作为对着这个这个战略的这个侵略，嘛是一个真大的危害。是，我是安尼想啦吼。即马先讲，咱做唔甘的啦，都希望讲咱观众朋友甲咱的外交部迄个加鼓励一下吼。因为这外交人员用这有限的资源去甲中国对抗，这本来就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啦吼。其实这边虽然讲这个所罗门甲台湾断交，但是我感觉讲，其实咱的外交人员表现也阁真赞。你看这边啥拄阿明主席您讲，这个所罗门有较侪民众出来讲要挺台湾，讲因遮的官员去替中国的乌西，来甲台湾断交，所以讲咱是赢着人的民心，中国是提钱去乌西遐的官员，所以这后壁阁有真侪代志通看的，尤其是美国对遮外国迄个官员讲有迄个违背人权，也是讲其他迄个不正当的迄个收入的物件，可能后壁拢袂互因去入去美国，这是美国政府一个清廉的政策啦吼。包括咱即马关心的香港的代志嘛，共款遐官员也是警察讲有迄个违背人权拢共款。所以咱即马倒来讲，拄啊，咱余忠老师讲了足好的，就是讲，即个所罗门即个所在，为虾米战略较重要？用咱台湾话讲就是三角汤啦，安尼甲想就是啥有啊吼。即个第二岛链就是所罗门遮是第二岛链，伊控制着澳洲，搁要去甲迄个关岛。迄个海上的迄个航线，嘛是讲要出发来甲第一岛链，迄个航线拢伫遐，拢通控制着遮个门卡口。那像讲咱即马伫咧巷仔口看到迄个便利商店，啥那拢是三角汤，就是人上济啦。你通看到周边隔壁迄个有诶无诶迄个人客，拢来去吼。所以咱讲的战略，简单讲是即个概念。即道美国甲澳洲啥啦讲会遮无欢喜，就是讲中国即马搁要去甲遐插旗啦。即个代志旧年都有一遍嘛，去互澳洲甲美国甲动来，迄个所在就是拄啊，咱余忠老师讲迄个 PNG 啦，新几内亚，迄个所在迄有一个叫做马努斯迄个基地，迄阵中国讲要去甲投资啦，讲甲足赞的，咱像即马讲。迄个什么“一带一路”啦，迄个战略，就是讲要用钱去遐来，我来甲你投资发大财哦，安尼，但是歹势，去年澳洲甲迄个美国就是讲甲考肯讲即个新几内亚，你唔通甲中国用即个投资你看即马中国用的投资拢是迄个，哪像有诈骗集团迄个债务陷阱底下钱庄你甲借钱落都还袂起啊，你即个爱挂互伊哦。咱看伊伫迄个印度洋遐一寡国家什么孟买啦搁一寡所在嘛是用即个手段就是哪像地下钱庄安尼做法，我借你钱尾了就是讲你欠我钱还还袂起，安尼恁厝户啊挂号啊，就是即个概念啦，简单讲就是，咱即摆转来讲即个所罗门我是要较悲观的原因，就是讲，即马即个世界势面无共款啦。美国甲中国即个合作贸易的大战，毋是安讲钱的代志尔咧。美国是迄阵要互中国趁啊侪钱，这20年来对迄个2000年讲，互美国互北京加入迄个 WTO，讲互你加入迄个世贸组织啦，就是讲希望讲这经济发展会当互你民主化。即马川普伊看无即落代志咧，要18年过去啊，你甲我趁甲侪钱，结果恁的人民愈来愈艰苦，即马行迄路啊，叫迄监视器甲你翕，就讲你是像，你去创啥，你拢知，这美国就感觉讲，毋对啊，咱以前想的迄个和平演变，伫中国可能无可能啦，所以即马即个贸易大战，所以讲即马世面你改啊，咱台湾人就是爱有信心，咱就是爱家己顾好，家己安全顾好。就是一定爱讲，甲这个世界嘛有一寡爱讲一寡回馈啦，咱台湾话讲的讲，食人嘴，行人一道。所以咱即马讲对一寡国家，不管伊是大还是小，还是讲伊有啥物天灾人祸，有啥物灾难，咱去甲救济，毋是讲干那讲啥物金融外交这类代志。你也想看嘛，咱台湾一年对全世界趁遐侪钱，即个贸易的迄个拢爱靠迄个
有稳定的国际秩序佮安全，吼，咱才有法度去即个市场去迄个趁钱。所以咱趁人的钱，咱讲一寡幸福人，啊，这是规个外交的概念。当然啦，等下社会分，我想也当讲较济，就是讲咱即摆政府嘛是共款，就想了讲替大家想，就是讲咱要做外交，但是咱这援助吼，毋是讲迄个迄个啥，迄个做免钱的啦，就是讲我是招你吼，再个互咱的厂商去有迄个机会，让去做生意，吼，最好做规个 ODA 啦，安尼就变成一个较水气的良性循环。是，所以真多。这老师建议嘛是真好啦。咱先来看讲这个所罗门伊这个战略位置啦吼，咱头拄仔这个赖委员跟这个苏老师拢有讲到。咱来看讲伊这个到底是偌大吼？差不多2.8万这个平方公里尔吼，64万的人口，咱头拄仔讲到伊所处的这个位置哦是有这个战略的意义伫咧啦吼。头拄仔咱看到这个澳洲就伫遮。啊，咱看到这个美国吼，现主席啦，咱能看到澳洲伫遮，啊，美国有啥呢？这紧张，咱等下嘛要好好来请教老师一下吼。啊，咱要继续来看讲，其实对着这回这个意义哦，蔡总统嘛讲足侪话啦，伊讲吼，这毋是咱要做这个外交方式啦，是要赢钱安尼吼，咱无要甲因做这个金元外交来相拼啦吼。更何况咧，这个中国定定拢讲这个空头支票啦，开足侪喙花啦，喙拢讲。啊，但是有当时啊，拢是头拄仔老师嘛讲着诈骗集团啦吼，啊，中国用着各种方式来打咱的国际空间啦吼，上重要就是现主席老拄仔讲着两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啊，佮有这个咱的这个11的进程吼，这个下档本啦吼，想要用着这个来转移焦点，佮有着反送中等等的议题啦，上重要就是要互这个台湾人吼讲一国两制这个部分啦吼，其实这拢是中国的这个意图，佩芬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讲这中国这一次甲咱的所罗门嘿这邦交国甲伊抢去，其实我们可以看从印太战略这个大的架构来看，那其实中国其实在第一岛链他已经要跨出去，那到了第二岛链，那就是他想要抢的，其实不只是一个邦交国的数量或邦交国本身，而是他要输出的是他的价值观，一种集权的侵略式的价值观。那像刚才两位老师有提到的，就是像刚才两位老师有提到的，其实像中国这样子的一种侵略式，其实是债务外交，一种就是只用钱来买。那其实我会觉得中国在外交上其实穷到只剩下钱呐。那我们说外交，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朋友，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朋友跟人与人之间交朋友很像，那就是朋友是就是撸嘴撸后，那就是给几个朋友就减几个敌人。那就是在中国呢，它其实是四处在花钱买朋友，可是它却四处树敌，因为它就是他四处树敌，因为他就是他。世界拢有敌人啦吼，这个打压咱的这个国际空间，但是对着这个这个友邦啦吼 ，territories 其他的这个领土啦吼是。道入侵安尼。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这一次所罗门国内会有这么大的反抗的原因。虽然说他们可能拿到了很多钱，但是拿钱的是政府的官员，人民并没有受利。那其实中国这样的外交模式，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其实都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其实这样子就是他可能是表面上赢得了里子，但是其实输掉了。赢得了面子，但是输掉了理智。是，面对着这个中国威权主义这个扩张啦吼，台湾这蔡总统又讲是民主的这个守护者，会甲世界来做朋友。这个国际啦，是会认捌到这个中国威权主义扩张，甲这个债务的这个陷阱哦，债务的陷阱，咱搁先请教赖委员，是安这个蔡总统会讲到这个债务的陷阱？我想吼，你看迄中国真侪，唔敢讲是甲台湾迄个当。会用买手的方式，互这国家甲台湾断交，啊，甲中国建交，嘛包括讲以前已经甲迄个中国有邦交这国家，中国即马有提出一个叫做一个大一个路啦吼。人讲用迄汉文就讲一带一路吼 ，One Belt One Road， 意思就是讲吼，伊可能爱透过真侪即个算讲infrastructure， 人讲迄个基础的即个建设吼，像讲铁路啦，还是讲即个公路吼，机场。港口啊，这建设啊，但是问题是讲吼，伊一开始讲对这国家讲，我会讲提供你这建设啊，用真少的钱，但是中国永远拢袂对这国家用讲，我甲你援助，我讲我借钱互你，所以讲我起这物件，但是我用真低，算讲迄个算讲真低价小啊，但是我是替你起吼。
去了了，我嘛无其他的即个要求，我敢讲你到时爱行，但是歹势，甲这物件起起来了，人家知影讲哦，这物件虽然讲要去用伊，但是要行足困难，足困难的。所以讲变成到后来吼，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吼，也是讲有中国这款的即个建设的时阵，咱会发现讲，有这个建设了，反倒咱家己国家吼。有新的一个债务出来，好，这债务咱行袂起嘛，所以讲就下一步就开始要求讲，无你既然行袂起吼，归去啦，无迄个你边仔这土地吼，你们挂互我，挂互我来替你经营啊，我可能替你经营，我会让互真侪像中国人来这只投资，这个所在伊都会当有迄个经济繁荣，所以讲你都要有钱来行，我今仔出粮全部真好啊，结果伊个人过来，无要开钱丰富这个所在的经济，反倒当是安怎，开始咧迄个找这个地方的资源啦，找油啦。找即个咱讲 rare earth 哦，也是讲迄其他的矿业，即个所在要对互中国家己来用，也是讲伊伫即个所在开始，咱讲种产啦、种菜、种迄个食米，但是为着讲中国家己无要种互，算讲迄个所在迄个人民来食，所以变成讲吼，每一个国家有即个经验的时阵。唔敢讲家己迄欠小欠愈济，吼，你去愈济，我欠小欠愈济，变成讲即个小吼，我可能我即个我即世人行袂起，我的囝子甲我的孙仔拢开始要行这债务，另外包括讲我的即个国家本身吼，因为安尼永远拢一直受制着，即中国本身对我的控制，我开始就完全失去我的自主权。有影，咱来看讲吼，其实台塑断交啦吼，其实是今年因5月时阵新的这个总理起来，尾下了都一直传出有这个要断交这个消息，但是咱嘛是走踪足久的啦吼，美国嘛来走踪足久，咱来看讲咱所经历的8月到9月发生什么代志啦吼，所以讲外在咧，这个到中国北京吼，商定要5亿美金的这个金元吼，承诺伫咧10月初1进前，就是中国这个70周年吼，建国70周年进前，要比较着台湾的这个援助，做医疗团啊、农技团啊来互这个锁国。21号咧，有锁国15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哦声明，本地还佫支持着这个台塑这个邦交，无想着讲吼，这个9月12号开始哦，面对着这足侪挑战开始，13号开这个内阁会议哦，就讨论着是毋是要甲台湾来断交哦，转向着中国建交。迄当阵咧，咱这个外交部这个处长哦，佮甲这个所罗门要沟通，但是无想着讲，迄天就来投票啊吼，投互这个。足侪这个议员哦，都来转向啊！咱头拄嘛讲着收买这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国民啊吼，情谊也是真深的，这是咱所经历的。咱看到讲台湾甲所罗门断交以后，各界这个回应是啥物啦吼？各界回应，蔡总统头拄嘛讲着，面对着中国这个霸凌，台湾爱团结，爱行向这个世界，咱无退路，嘛袂当这个。畏缩妥协啦吼，韩国就是讲这中国莫阁继续来学中华民国这个邦交国，伫国际上两岸爱以和为贵啦吼。咱台湾的外交部就是讲，全面爱停止着双边的这个合作关系，撤掉这个大使馆等等这个部分。中国是讲啥？中国是讲一个主权国家伫一中原则和这个中国建交决定，美国。凭什么来说讲什么话啦吼？美国是讲美国参议员 Rubio 伊是呼吁着美国国会时阵啊吼，爱通过着台北法案嘛吼。所有民间这部分咱头拄仔嘛讨论过。其实咯，这回蔡总统有讲着啥？伊讲这回这个中国是采取着这个保护的心态，有啥物咧？因为咱进前是通过着这个 F-16V 啦吼，即这个军购这个买，咱搁请教咱的所副研究员。就是讲，中共真正是要报仇，美国卖出侪武器给台湾嘛？这是一个观点。我想阿明主持人讲的，这个咱爱来考虑啦，吼，就是讲，伊讲的我唔对，中国就是要保护，吼，就是之前的军售，就是 F-16，吼，这个战斗机，个 M1 这个战车，吼。那想讲哦，台湾跟美国最近的关系愈来愈好啦吼。其实这唔是讲愈来愈好，这是正常化。咱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主权的国家嘛，咱会使来保护咱家己，总拢有一寡好的技师。吼，这个抗战的时阵，美国的国会参议院甲迄个众议院，吼，因即马拄啊好，就是咱拄啊讲，啥目去前，因这美国内底的内政嘛是迄个灰袅袅，总统甲因的国会议员嘛是，抑个你。有一寡代志哩，纠纷啦，好，
但是对着外交甲台湾，拢是足挺的呢。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拢是挺台湾的哦。哦，所以这个军售在讲，这届讲买了 F-16这个最先进的战斗机吼。啊，中国这边去摕所罗门来甲开刀，当然咱拄仔讲的是讲，第一个是讲啊，互台湾歹看啦。台湾人唔通惊兄有影，我唔是讲挑工讲咱家己好啦，吼，咱拄仔讲遐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就是咱拄仔讲的，迄个战略，伊要伫这个三角窗要甲插旗仔落，吼，就是要吐美国甲澳洲。这个就足简单，就是伊讲的讲一粒石头去跟两只鸟啊，吼，或者一石两鸟啦，吼，这个策略。啊，北京咧想啊，人澳洲甲美国嘛是有准备啊，所以讲在拄仔讲，迄个美国副总统讲啊，我甲你看你即个迄个总理啊，无依无事，阮甲你停甲安尼，我甲你援助，啊，你即马倒去北京去，啊，北京即马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嘛，吼，非民主的国家就是有带迄个会制造迄个区域的迄个不安全、无安全的代志，吼，所以讲这是一个伤心的背景。啊，咱台湾即马是应该安尼想啦，就是讲，一个咱拄仔讲的，咱逐年对世界趁较济讲迄个贸易的利润，吼，所以讲爱回馈一点仔互人，吼，所以讲咱即个代志可能嘛是爱，个后壁搁爱加强，吼。啊，第二个就是讲，领导的援助啦，吼，咱台湾人就是以早你会记得无？就是迄个美帝啊，拢讲迄个中美合作啦，啥货，迄阵咱嘛是细汉嘛是互人援助嘛。所以咱即摆共帮助一个嘛是应该，所以咱应该有这个想法甲概念，吼，安尼外交才会搁较深。像这边所罗门，我想讲足感谢遐咱的外交人员吼，拍一个即个叫做以小博大的，吼，安尼去甲整，吼。所以讲这边我是感觉讲虽然是断交，但是这是因官员所说，迄一寡官员互因去乌说去。是。我想吼，咱卖甲即个所罗门甲迄台湾断交，迄中国甲伊恶去，甲迄个咱去甲美国买武器吼，两个连做伙。是。啊，刚才像中国因为迄个咱甲美国买武器，所以讲伊要报复。也是照安尼来讲，比如讲啊，咱若是无买武器，所以讲就袂断交。断交啊。应该这毋是安尼啦，因为所罗门即个新的总理起来了，就还伊讲哦，伊要研究，要继续甲台湾维持邦交，还是无。是。所以讲所罗门伫迄台湾也未买着武器啊，讲无咧讲武器，都开始讨论啊。啊，这实际上这是中国，就是千方百计啦，伊就是要甲这所罗门这个所在把它挖去。啊，这挖去甲伊本身的这个战略的这个部署吼，这个所在是完全迄个有关联的。像讲迄个拄啊吼，苏祖云伊嘛有讲到，就是讲伫这个 PNG 吼，这个国家。啊，迄个中国本地伫迄个所在有一个真大的这计划，结果互美国甲澳大利亚两个国家联手甲伊动起来。啊，当然嘛，包括讲伊对迄甲所罗门想要建一个这个海底电缆吼，这件代志。啊，即嘛是讲可能伊伫迄个所在，互迄个美国、澳大利亚甲动起来，伫 PNG， 伊即嘛所罗门伊讲，我袂当搁甲伊失去，所以讲我也要我一定爱甲这个所罗门甲摕落来，所以讲才有法度甲迄个美国甲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连线要甲伊切断。我是感觉讲，咱莫家己想讲，这是因为台湾买武器。是，无啦，这就是迄天蔡总统开这个记者会时阵，伊就讲哦，无论是中国要针对着这个军购 F-16展开这个报复，也是讲是香港反送中事件这个焦点的这个移转啦吼，啊面对着这吼，拢袂影响到台湾人对这个信念吼，台湾人爱行出去，这个国防战力，伊些背景是安尼啦。咱继续要来看看台所断交结束36年这个邦谊啦，现主是佫传出着台湾邦交可能佫有这潜在危机。友邦哦，图瓦鲁伫前台派这个总理哦，索本加洛伫台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理，伊本地哦对台政策也无明确，但是尾会安怎行吼，可能嘛有互这个路透社来点名讲有这个外交危机，咱来看以下报道。捌伫咧联合国大会顶边发言挺台湾的友邦图瓦鲁总理索本加，最近伫国会大选当中保钓释出，煞无将总理的宝座留掉咧转落台。新任的总理纳塔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佫无明确，外国媒体就透社点名，有可能会加做台湾邦交潜在的危机。我国会密切注意后续的发展啊。目前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是稳固的。那新的总统呢，与我们的驻管呢是保持密切的互动。那但是我国政府会持续的深化
与土瓦鲁各界的一个友好情谊跟合作关系。外交部指出，新任的总理和咱国保持真好的互动，两国的邦谊稳定，未来嘛继续深化两国的合作甲感情。而且前几天，包括土瓦鲁在内，有11个友邦甲联合国送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咱嘛对这件代志表达感谢。那是台湾和所罗门群岛断交了后，所国随和中国建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员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阵，决定要评估2020年对所国的援助承诺。Can you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Pacific Island funding? We've had a little bit of a preview of that and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but will any funding be directed to the Solomon Islands, which has just undermine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reassessing our assistance to the Solomon Islands at this point. 那是国际开发总署要评估对所国的援助，美国副总统潘斯嘛表态拒绝和所国总理苏加瓦瑞伫咧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讨论发展东岸关系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是要拍算决定要重新来评估2020年对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援助的这个承诺啦吼。直接进前咱过来讨论就是土瓦鲁这个部分啦吼。这个配分啊，过去嘛是伫前这个土瓦鲁这个驻联合国的这个外交官啦吼，迄当阵这个关系是安怎？哪有即阵这个代志这个发生？是，其实土瓦鲁伊建构了后，甲台湾就是就是好朋友啦，就是邦交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啊。其实我挺赞成对啊，宜中老师讲的，就是中国要拉台湾的邦交国，无原因的，伊就是霸道，伊就是阿爸，就是要赶咱抢邦交国啊。其实图瓦鲁的这个总理，就是下台的这个总理，他是非常的有台的，亲台湾，嘿，就亲台湾的啊。我其实我拄到有问我在图瓦鲁在联合国的同事的大使的夫人啊，戴塞太太，就是问讲，哎呀，即马是安怎？啊，伊是甲我讲，就是他相信啊，台湾跟图瓦鲁的之间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因为我进前的联合国啊。就这图瓦鲁的外交官员啊，就是有接触的结果，其实大家真的对台湾都有非常正面的印象，因为台湾在当地真的是生根了20-30年。那其实就算中国真的是用钱想要去买，那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新殖民地的一种动作啦。那新殖民地它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动作，那它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要挡也不见得挡得了。但不管如何，我相信台湾跟图瓦鲁之间两国人民的情谊，其实都会长存在人民的心中的。是。过去你伫这个联合国的时阵，其实恁共站的这个办公室应该嘛有甲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官这个记者啦吼，恁甲伊合作的这个过程，敢有看到因对台湾也好啊，对于这个国际的这个事务也好，影响台湾的这个部分，你甲咱分享一下。是我进前伫联合国的时阵，其实图瓦鲁甲所罗门，阮是共一站的，啊，所以讲我拢甲因就熟的，啊，就是其实所罗门的。人民其实也很了解，就是台湾对于所罗门的在医疗、在农业、在各个方面的一些贡献。那其实就人民的角度来讲，其实跟台湾做朋友真的是比跟中国做朋友有利很多，因为台湾是对朋友是真正是就真正是真心的对台朋友哎。那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花钱，那就是跟所罗门的大使啊，那个时候我在联合国的时候，跟所罗门的大使其实也常常会聊到，他也其实非常花心思在想要帮台湾在国际上争取曝光。他也会跟我说，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或许台湾可以一起就是借由所罗门这个平台，一起展示一些什么东西。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听到觉得刚刚就甘心嘞。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所罗门跟图瓦鲁的情况很像，他们都是南太平洋的小岛国。那在南太平洋，台湾跟中国其实是划分的算是平等的势力。那有一半的国家算是中国的邦交国，一半的国家是台湾的邦交国。那这样子的平衡，其实对于美国而言，它是比较乐见的。因为一旦如果整个南太平洋都成为中国的邦交国的话，那等于美国失去了这一整区的友邦。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这一次会对于所罗门与台湾断交这件事情反应这么激烈。是，所以这个美国参议员 Rubio 伊就讲，美国国会应该来讨论这个台北法 Taipei Act。是，老师。我想迄个 Taipei Act 当然即马
算讲，伫即个参众议院吼国会内底，还未正式提出即过节委员会来讨论。我当然台北爱有真侪，就讲包括讲美国甲台湾之间的互动是要安怎来处理。啊，迄个因为迄正议即个版本吼，台北爱即个版本，啊，甲参议院所讲的迄个版本。两个因为无共政党咧主导吼，所以讲反倒等于内底迄个内容是有一点仔无共。当然对台湾支持拢足强的，所以讲这嘛是真趣味，就是讲，个台北啊是讲，因为安尼的即个关系，所以互伊通过。因为迄个内底嘛包括讲，迄美国要安怎来正面来支持台湾，甲迄国际组织的即个参与，啊，甲美国的军人安怎会当，甲迄个美国军舰吼安怎吼会当来入去台湾，啊嘛包括讲美国支持台湾伫迄个。人讲 multilateral 吼，都讲多边的即款的迄个军事的演习，是这个物件。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其实对这个台湾的外交协作邦交国的这个特色，头拄仔嘛讲到，咱伫这个这个部分拢有真好的这个毋是干那亚钱啊，咱对这个农业也好啊，医疗也好，拢有真大这个对因国家来讲是有真大帮助啦吼。亲像农业部分吼，咱有种这有这个农技团啊吼。亲像受惠国家有所罗门、尼加拉瓜、海地等等哦，这医疗的部分嘛有真济啦，咱的医疗团队的医疗技术哦，拢是受到这个国际这个肯定啦吼，啊甚至有这个有真济因遐国人啊来咱台湾读这个医科啦吼，啊培养因做医生，登去到因遐咧做这个医疗这个交流等等吼，亲像所罗门、施瓦蒂尼、帛琉拢有安尼情形。但是咱头拄有讲到这个图瓦卢可能有去用点名这个危机，咱看讲咱所点名这个邦交国，咱即摆剩10几个尔吼，愈来愈少。但是咱伫咧图瓦卢海地，头拄这个配分嘛有讲到啦吼，图瓦卢这个部分这个夫人讲大丈夫啦吼，也算无问题啦吼。咱看伊26平方公里啦吼，其实无大啦吼，但是11000外人安尼尔。啊，伊这个位置可能嘛是伊的战略这个位置啦。啊，海地进前这个蔡总统嘛是有去过，伫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加勒比海家吼 ，Caribbean 家，啊，伊目前吼危机是啥物咧？德国甲外国这个媒体啊，甲中国海地的这个媒体拢报道海地政府甲这个中国来建交这个可能。啊，其实这嘛讨论着即句的，但是咱个带倒来讨论着这个台塑断交。头拄只，咱这个有看到这个新闻内底啊，这个美国这个众议院啊，华格纳又甲这个国际开发的这个总署的这个亚洲局的这个史蒂尔来做对话啦吼。伊讲，针对着所罗门群岛这个迫害美国印太地区战略利益的这个国家，爱重新评估咱对因的这个援助。美国的态度已经较明显啦。是。伊这不只是讲对台湾讲是要甲挺台湾讲，才有邦交国吼，唔通讲迄个乌白来吼。莫去听讲北京特别拢踮咧乌龙蛇道，讲迄个有空无顺的策略，讲我要甲你挺这，我要甲你迄个建设迄个新的什么设施吼。这个代志就是美国这个拄仔讲的嘛，这个国际开发署，这个就是专门你讲经援这个讲未开发的国家吼，互你的基础迄个重要的迄个建设会当起来，吼，安尼才让一个稳定的国家，甲规个迄个区域才会更较安全、甲稳定，吼，这是美国的想法啦。啊，即马若是讲安尼，讲比如讲即个所罗门，伊即边较去北京行做伙，啊去听伊淡仔乌白讲乌龙蛇道，啊，敢若讲乌西遐个官员，嘿，那即个状况就毋是讲伊的即个所罗门这政治是美国的人信任的啊。我即马讲甲。这援助的金额拍互你，吼，钱拍过，啊，恁即摆的人敢会去乌白本去，吼，这就是讲我你规个评估讲要甲你援助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你的政治一定遐是透明清廉的才会使，吼，这是一点啦。啊，第二个咱会当讲就是讲，拄啊，迄个讲即个伊的，不管是所罗门还是图瓦卢，吼，即个新的讲可能喺北京有趣味的所在，吼。这是北京一向来伊就是要安尼做，啊，这个时机点就是伊会讲，这个效果安怎？啊，伊考虑效果就是讲，规个国际空间的迄个反应，啊，个台湾内部的反应，所以咱台湾人一定袂使互伊去影响到咱这个判断吼，这足重要的，所以咱继续来个请教配分啦吼，其实咱头拄讲，你伫这个国际事务上头顶啦吼，有足侪这个实际的参与过程。你当阵嘛是有个起草着这个图瓦卢的这个要建交这个宣言，
甲咱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啊。其实，伫咱台湾吼，足侪虽然讲咱的这个外交空间啊无遐济啦吼，国际嘛是受到这个中国的打压，但是有真侪台湾人伫国际社会做足侪代志。是真诶。我伫咧联合国的时阵是咧遐联合国3当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帮图瓦鲁起草图瓦鲁与其他国家的建交公报。那因为在联合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代表团在那里，我们可以很快的就跟其他国家的大使相签署，不用再飞到其他国家去。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建交经验很丰富，不过像图瓦鲁这个国家，就是跟台湾相比比较幸福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断交，它没有断交这个问题啊。对，那就是台湾在国际处境上就比较艰难，因为中国的这种压霸、二把啊，这种逼迫啊，土豪式的外交，就撒钱的这种外交，使得台湾常常被逼到墙角。那其实图瓦鲁那个时候我们的建交，其实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朋友多一个就是好，那就是所以。只要你们找到了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可能是价值观的相近、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农业上、在医疗上、在其他方面可以互相合作的话，那其实做建交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是对2个国家都非常有利益的。那相较而言，断交其实各个国家比较不会愿意断交，因为断交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政治的宣言，以及法律上的一种我跟你就是断绝了关系。那其实从国际法上面来看的话，一个国家是否受到承认，其实是否有建交不是那么重要，是否有邦交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于台湾而言，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国际学者都会认为说，一个国家的组成要素并不包括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受其他国家承认，是不是有邦交国。但是对于台湾而言呢，国际法学者又会认为说，不对，台湾是一个特例，你一定要有国家承认才是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国际法学者是采这样子的特例的说法。那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呢，就是断交这件事情，就变成我们常常在断交，但是建交的数目很少。那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台湾就是在国际上很孤立、很弱势、很被逼到墙角的一个部分。可是就算如此，台湾的外交部的同仁以及我们民间的各界的努力，其实还是不停的在把台湾的外交推出去。那我们可能透过正式的建交，或者是正式的邦交国的这种邦谊，那或者是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一起推动，像我们跟印太战略中的其他国家，美国、澳洲、印度、日本，一起推动一些实质上的合作计划，来推展我们的外交。我觉得其实台湾在不停的被中国断交之后，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推展我们的实质外交。那其实我们也要打破一个迷思啊，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断我们的邦交是在处罚我们？就像刚才宜中老师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现在断我们这个？那是不是我们不做，他们就不断？那其实我觉得很难说，尤其现在到选举还有差不多4个月不到的时间，接下来还会断哪些邦交国？其实这也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决定的。那我们台湾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继续坚定我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那继续与其他国家真心的相待其他国家。那当然不要像韩国瑜那样子，就是背驰到日本的学者，然后对于美国商会的演讲呢，非常的轻浮的态度。那我们真心的对待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能够维持的尽量维持，那不能维持的，我们仍然就是我们给他们的实质贡献，他们的人民都会铭记在心的。像这一次所罗门的留学生就说，台湾其实就是他的第2个家。那对于断交，他其实非常的不舍。那其实这样子口耳相传，尤其我们的邦交国有个特色是，常常人口都不是那么多，就是不是那么大的国家，但这样子的国家反而口耳相传，这种口碑是会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其实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优势。是伫外交上的这个优势，台湾其实也是有啦，但是讲如何来突破咧？其实咱看到讲这回啦郭台铭这个本早要这个选总统的伊过去这个沙特阿拉伯去做一个交流啦咱看这个交流这个意义，啥咱先请教这个主任。我讲台语无认懂啊，我是客人啊。是。我来讲用国语讲我比较顺了。这次我郭台铭呢是到沙特阿拉伯去访问，当然这个他是台湾首富的身份去了，对，假如他要去任何国家的话，应该不会是太难。但是呢，当时呢，他是也许是要参选人之一啊，台湾总，所以我们的外交部啦或驻外人员呢，就不敢表明态度，因为外交人员就或是我们讲我们的公务员，在任何选举里面他都是中立的，
所以呢，我就问我的一些朋友啊、学生呢，我说，哎，郭台铭能见到那个人，对啊，那位仁兄，我说我愿闻其详啊，因为那位仁兄是谁呢？那位仁兄是现在才32岁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国的下一任国王，他一定是国王，是，他是现代国王的儿子，王储了哈，他就是王储，因为这个人呢，我讲比较难听一点，我们国家的任何外交部门的人都无法进入他办公室，因为没有邦交国家嘛，所以你要见他的王储是非常难的，是，对啊，后来我就问一些。也就是我教的学生呢，现在驻沙烏地阿拉伯的，包括我们讲驻外代表啊，或是其他的官员，99%是我的教过的学生，我就问他，他说，因为他现在想要参选，所以有的事我不好讲，他现在不参选了，大概也比较好讲，对不对？当然，或是不是要以其他的方式出来选，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有到那么大的能耐，能安排这个郭董见这一位仁兄呢？他说：“厉老师，我跟您报告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不敢邀功。”他说：“这个是日本首富，就是软银的孙正义安排的。他直接讲，就是孙正安排。我说：那他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他安排的目的，因为沙烏地你也知道，2003年是推出1000亿美金的远景计划。远景计划就是什么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西部，东部产油了，西部不产油。西部就是靠近红海，对，这里有图啊，大家要不知道的话，沙烏地阿拉伯黄色的部分全部是沙烏地阿拉伯。所有的任何国家，只要它的领土碰到这一个海。就是波斯湾，就有石油。你碰到红海，那没有用啊，没有石油了。所以所有的国家，你的领土有碰到这个海湾的话，就是你就是产油国。所以现在产油国的话，就是指这边附近你的国土有碰到波斯湾的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呢，现在要在这边发展的一个2030年的计划，它现在是要吸引全世界的有钱的人去投资。所以呢，当然他也希望我们台湾的。一些投资者，就是能够出钱投资的人呢，都能去参观看看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当然，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讲的也就是自己的利益啊。但是刚刚谈了很多外交了，那我也要讲这个阿拉伯的外交呢。当然，我们现在中华民国跟阿拉伯国家22个，中东国家的话呢，这边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打个叉，我自己打自己的叉。对，这边彩色的部分都就未知是中东了。这个有阿富汗，有这个巴基斯坦，有伊朗，有土耳其、以色列，不是阿拉伯国家。其他的22个国家都是讲阿拉伯语，都是阿拉伯国家。好，现在这一块地区呢，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台湾在那边有设办事处的有9个了。高伟了哈，对，其中是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这个约旦，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土耳其，对，包括我们常知道的杜拜，因为它要直飞台北嘛，所以那个飞机常飞来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当然也有约旦，也有以色列，那以色列是阿拉伯的敌人呢，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视之为一样的是朋友了。总而言之啊，我们在这边还加上伊朗有外贸协会的组织，所以这里面的这刚刚讲的25个国家里面呢，我们有8个地方国家设办事处，也就是办事处就是外交部设立的，其中有一个伊朗呢是我们外贸协会设立的。好，那这些国家里面有哪一些国家在台湾有设办事处呢？就2国很要好的。对，第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他在台湾有设办事处；第二就是约旦，第三是阿曼。对，阿曼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因为大家对中东有点陌生，所以一直在举这个图。阿曼在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一看就知道。好，阿曼也是报纸，当然
以色列设办事处，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台湾设办事处的大概有这个5个了。所以应该拢是这个经济部一个这合作较济啦吼，外交部分应该是较少，亲像这个。外交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外面设的办事处，通通都是有外交的性质的。是。对，但是人家在我们这边设的办事处，约旦给签证，阿曼的话，他是网上给签证。土耳其也给签证，以色列的话也给签证。就讲到这边的话，我一定也要为我们的外交人员的努力，这个说一个公道话。是，大家现在出国的100几个国家了，免签证啊，或者落地签，我要跟大家各位旅客，就是我们要出去玩的人，你一定心中要有感激，那些免签的。不会天上掉下来，拢是这个外交人员这个拍拼所来。对，咱先来看讲吼，这个咱台湾跟这个中东国家吼之间的这交流，咱有经历到这个5点啦吼。这个较早过去的这个中东的这个人数哦，较早拢是去这个欧洲啊、这个美洲，还是韩国、泰国使用这个医疗服务啦吼。自2014年开始咧，陆续有这个这个中东的这个医疗转介公司哦。选择台湾作为这个医疗这个地点啦吼。第二就是咱台湾这石油这个有差不多97%拢是进口来，啊主要这个进口国家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等等啦吼。啊第三咧就是2008年的时阵，这个外务协会咧就是瞄准到这个中东的这个市场，看到因的这个商机啦，有设这个合作这个备忘录。第4点，咱看到台湾咧设这个高端的这个旅游市场的时阵哦，甲2018年来同期来相比吼，2019年这个正月甲5月有15.56个这个部分哦有成长啦吼。啊，咱看到第5就是咱这回这个郭台铭去这个沙特阿拉伯来做参访，啊回国了后表示了这个签证会介贵啦吼，啊尾也有降价啦这个部分。其实这个中东的交流，咱讲这个民间的合作啦吼，啊甲这个政府的合作，有当时也是。爱共时间出去的啦，啊，其实咱做到讲这回啦，台湾甲这个所罗门群岛断交，上条是讲后一步安怎行？后一步咱的这个或者邦交国的保卫战啊吼，老师你安怎看？保卫战要安怎战？当然，我是感觉讲迄甲邦交国之间迄个关系吼，虽然讲邦交国真侪，台湾邦交拢是细的吼，啊，但是因为对台湾来讲吼，邦交国伫联合国内底替咱会当替台湾来讲话啊。嘛包括像讲社配分这款的这个例，就是讲，咱台湾家己的正有能力少年人，因无机会去联合国，啊，讲其他这款的这个组织来服务。但是咱的邦交国提供这个机会，互咱会当来训练咱家己的这个正有能力这个青年人。所以变成讲透过因，咱嘛当做真侪代志，包括讲训练咱家己人，尤其是咱外交国，即马真侪拢无伫联合国经验。是。但是透过因，咱开始有人会当有吼。啊嘛，包括讲迄个，像讲蔡总统要出去，一定爱有一个名义嘛。啊，要去邦交国审耍吼，去美国遐，也是讲以后看好，搁有法度去加拿大、日本啊，像其他国家吼，啊行一个。所以讲，迄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借口啦。吼，所以对咱来讲，迄个邦交国减少的确是对咱实务即个外交会造成即个影响。毋单是讲甲邦交国之间的关系，嘛包括台湾甲重要非邦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即马当然，迄个咱无法度算讲甲中国来比，什么人钱较侪来赢钱，吼，来处理这个邦交。啊，所罗门实际上是表示讲，咱台湾甲这个所罗门民众之间迄个关系，虽然做到真好，但是中国开始赢钱，对迄个观战迄个所在甲买收去，嘛照常变安尼。所以咱即马的这个想法是讲，咱安怎甲其他的国家来做伙，吼。来维持啊，另外就是讲，伫即个甲邦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嘛爱对迄个咱讲bilateral双边即款的即个合作，开始变成讲迄个multilateral 讲多边吼，即即个合作啊，透过会讲甲其他国家的力量甲诱入来，所以讲一方面来迄个加强台湾甲即个国家的迄个邦交关系，另外一个是互即个国家伊想要甲台湾断的时候，知影讲。伊可能要处理，毋单是讲台湾尔，佫有像讲美国其他国家这个力量，所以会互因会去想着到底这个代价是安怎。所以这个保卫战，老师，我想安尼就是拄啊，咱主持人甲迄个段残老师讲的迄吼，咱当然啦，迄个郭台铭先生伊阵讲伊去沙特阿拉伯讲迄个签证费，讲对5500美金甲降到后壁80块，嘿。
吼，啊，这甲咱外交部后壁的解说可能有一寡迄个无共啦，嘿，就是讲，咱外交部讲的是讲全世界拢会迄个通用这个介绍后边吼。啊，当然咱感谢过党啦，不管省啦，就是讲对台湾做代志拢是咱爱甲感谢。啊，即摆看就是后一步咱要安怎做？咱拄仔看讲这介绍讲97%的迄台湾的油拢对中东来嘛吼。啊，咱即摆共款，咱政府想的较远吼，咱的这能源嘿油啊，个雅素拢是对中东来，安尼可能会伫南海去用炸起来较危险。咱即马共款对美国开始迄个加买迄个雅素等，啊后边嘛会买油吼，即咱分散咱的风险，啊共款这资源，咱就当共款用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讲咱拄仔讲沙地，大家应该会记得，咱以前讲替也门即个国家甲训练空军的，咱嘛国防部嘛派人去甲训练迄个使战斗机的呢，啊沙地以前咱嘛甲起迄个高速公路吼，所以讲咱会当用的是愈